塊面咧無端端又紅又熱喎，仲起晒一粒粒好似暗瘡嘅紅色丘疹。嗱，如果你懷疑自己有玫瑰痤瘡咧，大家記住啦，千祈唔好亂咁搽類固醇啦。嗱，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個案啦。嗱，之前咧有位女客人咧，佢塊面咧紅到咧係好似好嚴重曬傷咁嚟揾我求助嘅。嗱，原來咧佢半年之前咧去咗一個醫生度去睇啦，咁就誤診咗佢一個普通嘅敏感，仲咧開咗類固醇俾佢搽添。嗱，初頭咧搽完咧，梗係白白滑滑咁樣啦，點知咧一停藥咧，即刻全面咧再次大爆發啦！嗱，其實咧佢根本咧唔係敏感喎，而係發緊玫瑰痤瘡啦！嗱，我叫佢咧即刻停晒、掉晒所有嗰啲嘅類固醇啦，最後咧幫佢用咗4個月嘅時間啦，做咗細胞信號療程咧，先至真正幫佢斷到尾啊！嗱，點解類固醇咁得人驚咧？嗱，其實美國皮膚科學會嘅雜誌指出啦，玫瑰痤瘡嘅本質咧，其實係面部嘅神經血管嘅功能失調。當你長期用類固醇強行壓制佢發炎，一停藥，高達80%嘅患者嘅血管咧會出現反彈式嘅擴張。嗱，結果咧紅得更加厲害、更加重，甚至咧引發更加難搞嘅類固醇引發性嘅玫瑰痤瘡。嗱，原本咧只係輕微嘅玫瑰痤瘡，最後咧直接被類固醇升級成終身嘅噩夢。嗱，你話係咪好唔抵咧？嗱，我係皮膚炎症專家 Ada。如果咧你有玫瑰痤瘡，又唔想靠藥物無了期咁拖落去嘅話咧，即刻留言我想知，或者咧 inbox 我，等我幫你由根源去解決玫瑰痤瘡問題啦。